就是白贼规大部啦吼，白贼讲一大堆安尼吼，毋是干那一句白贼讲一大堆 pack of lies 吼 ，complete fabrication， 自头到尾全好笑，全歹，全毋是真实的吼 ，all lies 就是一堆全是白贼，所以叫做白贼规大吼，白贼规大就是即个意思啦吼。就是敢若毋是一句白贼尔，是几啊句白贼啦，全白贼无一句真啦吼。好，白贼几大。另外白贼白七吼，这就相款的写拢写相款，意思是就是无一句真啦吼。白贼白律吼，相款吼，同相吼。搁来是吞烂落去，白贼起来，就是见开喙就白贼就对啦吼，你吞烂落去，就准备要讲白贼啦就对了，佫会记无？咱有一个黄仔国腔无？啊是即个歌文迪若咳就开始要讲白贼啦，有无？吞烂落去，白贼起来吼，就是即个意思。好，咱转来即个小说家吼，小说伫倒位啊？我小说已经放喺倒。哎呦！你找无 browser？ 我找无 browser 啊。因为我即久无用 iOS， 无即久无用迄个，我毋知迄个即摆是啥物 Safari 啊，是啥物货？即久无用。Safari 啊。Safari，iOS 是 Safari。伊有当初做甲足好势用，抑毋过用一时之间就是用袂关系。真正。足顺的啦。我本来有开一个 browser 啦，无倒去试掉，你知影？所以我即马直接开我即马即个 PDF， 但是个 PDF 为虾米我无法度扭啊？我一扭落来，就变第8页、第9页去啊。有咱即咧第9页啊。佫无法度通放大放水再害，我这是要安怎用？对遮，来对遮，嘿。伊个放大缩小是毋是有当初那是用？我毋知你是毋用迄个锯齿还是啥 ，Ctrl 去锯，还是我袂记记啊？我用鸟齿啊，就无效哩。啊，若用Ctrl 配合起盘。Ctrl 无度 ，Ctrl 无度，Command 真正是无熟。Command 啦。Command 用 Command。Command Plus 有啦 ，Command Plus 但是我敢若会当可能是速度太慢。好，对，感谢吼 ，Command Plus 对。好，咱继续看咧啦吼。三老爷是白贼，等下我拄则有查另外一个吼。拄则我伫即个监理顶有查即个谎字，就是谎言迄个谎吼。监理顶内有收两个音，一个是谎，一个是谎吼。所以呢，谎言你会当读做谎言，也是谎言吼。咱来看即个谎还是谎，即个规则吼，即两字的音规则拢是相像的吼。第一是忘记的话吼，是忘记的话，就是谎，也是谎吼。第二个就是白贼，第三个是无影吼，白贼和无影相款意思吼。或者是忽然，或者是谈谎，谈谎等下查者，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谈谎。上落尾一个是叫做风寒吼，风寒就捌听过吼。风寒就是拄则是讲哭，即嘛是喊吼，所以原来当查即个喊嘛是有即个但是喊是较碰风的意思啦吼，所以这是我的语感吼，爱查一下字典才知吼。风寒吼，风寒就是白贼就是应该是白贼啦，咱来查一下大字图书店风寒。
HONG 吼，当然即只即个方就是拄则迄个谎言，迄个谎言艺术吼。HONG 含 HAM 第三声。封含吼，大理大书店收的意思，第一个是叫做，就是夸张碰风吼，就拄则讲较含较有碰风的意思吼，封含。讲话封含，所以封含无白贼的意思啦，讲话封含尔啦吼，歹势吼，就是较碰风尔啦吼。啊，当然较碰风离真实阁有一点距离吼，毋是遮尔正确吼。但是无迄个超工要讲白出来迄个意思啦，讲话封含，做代志伤封含是粗鲁，第二个意思是粗鲁吼，粗枝大叶吼，做代志伤封含吼，这是封含。拄则讲一个谈讽，谈讽吼，咱来看一下谈讽。TAM 第二声讽。HONG 第二声吼，谈讽是第一个是偷探人的心思吼。例句，譬如讲，我互你卖谈讽滴吼，我互你卖谈讽滴，就是你免想要对我遮探听着啥物我心内事吼，我互你卖谈讽滴，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讲白贼的人啦吼，谈讽的人物，谈讽人的物吼，咱来看一下例文版吼。好，谈讽，第一个就是拄则讲吼，要偷探人的心思啦吼。我互你卖谈讽滴吼。日文的规则后壁佫加一个叫做“口車に歯のらない”，口車に歯のらない，看无意思吼，歹势。好，有日语较熟的吼，会当甲咱解说一下吼。第二个就是拄则讲的，就是白贼的意思吼，所以谈讽有白贼的意思吼。但是这只谈讽看起来是伊的例句是迄个 adjective 啦吼，形容词啦吼，谈讽人的物，敢有名词还是动词的意思呢？第一，咱来看伊的日文的解说吼，編集する。ため、ことさらにまざらはしくする，这就是动词的意思咯，做动詞使用哦，所以談諷也在做動詞使用哦。第二個是空とぼけて他人のものを自分のもののごとくにして持ち去る。这我都看无啊吼。毋知有文敢若无方便，无其实咱会当请甲咱解说一下，到底这正确的意思要安怎理解吼？好，谈讽啦吼。好，所以咱对讽吼，对白贼学着当然迄个孝吼，孝是一个，等下我来查一个孝字吼。谈讽，白贼，谈讽，讽。孝吼，拢会使吼。你会使讲方言，也是当然方言含另外迄个方言吼，可能会两个合做伙啦吼。伊另外一个音是方嘛，所以读做方言吼，会当读做方言。阮会变调读方言啦吼，南部变调读做方言，读做方言吼。南部变调啦吼，173253。1732535217吼，读做方言吼。安尼嘛是搁含迄个方言，搁相反搁变音去。变第三条
元、红元，你是讲第一声变第三条？就是。毋是讲一种是第5条变第7条嘛，有第5条变第3条，毋是安尼。对，迄是第5条，迄是第5条，即嘛是第2条，伊本条是第2条吼，就是即嘛你看到伊即个。安尼就第1条应该有第1条尔，无讲南部北部共款。173253，所以2变5嘛，吼，这是阮的北部，毋是北部啦，阮的即个老船腔拢安尼讲吼。173253就2变5，173253，另外是个。安尼一个就是2变1。嘿，对，一个就是2变1吼，173253573217，然后说2变1吼，所以就是2变1就变做。方变方，就是方言啊，所以我拄仔讲，佮读做方言，就含迄个方言，就变共音去啊，吼，就较无容易理解。啊，毋过另外是若是1变7，就变做方言吼，应该是第一声变做方言吼，所以你会当读做方言，读做方言吼，当然你要读做方言嘛是会使啦吼，2变1嘛吼，好。方言吼，做你大胆放心，就是甲读出来，就是方言吼，3种读法，当然无共变调的关系吼。好，咱另外拄则讲要来读即个口字吼，学即个口字，就是李登辉公开讲的啦吼。我是感觉较无适合，我无安尼讲吼。口，我看卖啊，监字顶有收即个字无？夸口的话，无影的话，吼，叫做口吼。夸口的话，无影的话，叫做口。好，啊，那大理大书店敢有收口呢？口的书敢有？好，好形容面凹凸不平，无平吼。面就是皮皮薄薄，敢顶头猫面啦吼，猫面咱讲猫面吼，叫做好，面好吼，面好。我较早想讲面好，意思是讲面较水肿安尼，佮敢若毋是咧吼，面好。第二个是好笑吼，乌白讲无影无食吼。啊，你看伊的即个汉字吼，大理大书店汉字，伊就是即个就是用精字吼，所以确实就是毋是好听话啦吼。好气吼，好气的虚言吼，虚言啦，我讲虚言吼，虚言吼，就是好气话讲规堆，就是拄则白插规担，好气话讲规堆吼，白插规担，就是同款意思。所以会当好气吼，好气。好辣嘛是虚言，所以好气就是好辣，就是白插吼。咱来看好辣的例句，叫做你听伊咧好辣吼，你听伊咧莫用迄个歹听的话吼，你听伊咧好辣吼，安尼较好啦吼。好辣八级吼，好辣个分级啊，好辣八级。你听伊咧好气，你听伊咧白插吼，拢会使安尼讲啊。你加练习，你以后就会讲出来吼。就若敢若我逐工你读迄个列咱遮啥日子，定定你用着的词吼，定定你读总是久就会晓的吼。譬如讲灌汤，我即马就会晓吼，免去早书店吼。好，你听迄个好气，你听迄个好辣八级吼。就是安尼学台语，你才会当伫个台语内底学着足侪水气吼，好听，会当摕来运用，会当摕来变化的语词。才袂去互人定定甲你讲啊，恁台语拢粗俗，拢讲歹听话，拢你摕来你错干六交。迄实在是对台语的即种足大的误会吼，而且是有人是误会，迄是误知；有人是挑工，迄是误体吼。
好，过来是效力效达，吼，全部是虚言，吼，效力效达。所以你查即个效字，就足侪即种白贼话，各种讲法就当学着吼。但是咱拢无学着吼，咱敢若学着一句歹听话尔。尤其是李登辉安尼公开讲的时阵，敢若迄句歹听话四过流传，逐个拢一出嘴就安尼讲吼。迄是足歹听的话，结果我定伫公开场合听了，逐个安尼公开安尼讲，我实在是感觉心内足艰苦吼。效力效达效气效力吼，当然效力效达就是对效力来的吼。过来是效劳，这含讲白话无关系啊，吼，是太过病人下面等等恰正的款式，吼，所以我对他讲无毋对嘛，吼，讲面好好就是面色较清净啦，吼，伊即只伊是讲效劳，吼，效劳感，我伫感一种感啦，吼，一种感啊，可能是较大粒的迄种吼，效劳感，吼。只有用的一个词叫做太过病人吼，太过病人即嘛咱较毋知影吼，太过病人即嘛，但是若讲华语大家拢知吼，明明即嘛大家较无人知，但是讲华语大家拢知，华语叫做麻风病吼。啊，为什么讲华语大家拢知？因为恁大家自细汉拢敢若受华语教育嘛吼，所以听到麻风病，虽然讲伊是一种历史上的病症啊，即嘛是已经伫台湾算已经绝迹啊吼，看袂到啊吼，做证据啊吼。但是你搁相款伫华语即个词，你嘛是搁足熟的吼，麻风病患吼。但是呢，伫台语因为台语已经失传去吼，所以太过病大家较无较罕咧听着。啊，你若讲伫咧即个台语圣经，你若读台语圣经的人，搁定定会读过即个词吼，因为巴克版的伊用太过病。伫即个华语的即个新仔语的圣经和合本内底，敢若是伊原来是敢若用麻风病的款，我无啥会记啊，我就较罕咧读迄本。但是伫巴克版圣经就是安尼翻的吼，太过病吼。好，太过病人的面发红吼啊，可能老血啥啦吼，啊肿起来安尼吼，所以面好吼，好皮好皮吼，就是相款好老是拄则好老相款吼。太过好皮吼，就是太过病人伊的皮肤红肿起来吼，好皮。好，过来我就不爱讲吼。就是李登辉讲吼，效力讲几大啦吼，拄则讲白贼讲几大吼，白贼几大吼，所以咱用几大来形容即个罪的情形吼。无影正爽哦，OK。咱来看日文版的规则啦吼。宋朝、唐朝的效力，宋朝的法律吼。歹势应该安尼读啦吼。效力唐无影正爽吼，就是唐是唐朝的唐啦吼，效力唐无影正爽吼，就是唐朝的即个白贼，宋朝的白贼吼，荒唐无稽的意思啦吼，无影无食的意思啦吼，所以效力唐无影正爽吼。一个是唐朝，一个宋朝，这是大理大书店所收的历史啦，学起来啦，吼，听过至少知影啦。即嘛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吼，失传去啊吼。效力计吼，效力计无影的计数吼，效唐拄则讲效力唐。
嘛会当讲喉糖，所以为什么叫做喉肉糖无影正无影爽吼？应该是就是喉糖吼，所以喉肉吼、喉气、喉糖吼，拢会使吼，拢是 lice 吼。喉糖无影爽吼，就是拄则讲的。无影无食吼，喉糖无影爽，喉本身就拄则讲啊，喉本身就是已经是白插话啊吼。喉糖、喉气、喉肉，好，即个喉里，即个白插，即个书咱有甲食吼，咱时间感已经，我看这时间。我分享一个吼，我甲你查就是讲按即个白插，然后白插就是无影无食，讲到有口有手嘛。嘿，是。所以含就是讲有淡薄仔物件，你甲伊碰风灌水，所以台语就讲是讲含果嘛。是。有一点点啊，你甲碰甲水过大安尼嘛吼，所以就含。所以迄个白插就是我当嘛去查咱的教育部字书典，就是迄个喉肉是金门偏庄腔有咧讲的，吼。所以按即个白插然后喉肉就。伫教育部字书咧找着足侪不哩侪字词，甚至有一字就是用转的，就讲你莫搁白插啦，我听你咧转咧，就是讲要去讲人白插，要去讲人含果啥，其实咱定听着可能讲迄几个词，吼，对阿权敢若分享讲，李登辉竟然讲出来迄个不哩极端的迄个话，咱即马转来并教育部字书典，其实伊互咱搁较侪咧。什物真暗啦，黑白讲乱讲话，吼转，莫甲讲戆话，迄拢是差不多有迄个白插，也是黑白讲迄个意思。当然，毋是每一个词拢一模一样，只是讲有当表达的时阵，咱有遮尔济词听好用，毋是干那迄个三字，什物要讲迄个互听着感觉足气场的迄种的，所以透过即种。大家踮遮读分享，甚至秉字书典，真正是会使学到袂少啊！感谢以上。感谢马文吼，甲咱分享其他。另外吼，拄则讲到即个转哩吼，转咱来查大理大书典吼，就会看到转，敢若修一个意思，就是转自由吼，即个例句转自由，转自由即嘛较。即嘛人较安尼转自由吼，就是去买迄个你若山泉内底迄个油的部分吼，较肥的部分吼，甲留落来啊，摕来踮咧即个鼎仔煎吼，啊甲煎做油安尼吼，本来是固态嘛吼，煎做迄个液态即种油吼，叫做即个动作叫做转吼。啊！我听你伫咧转，是毋是因为安尼来延伸讲？听你踮仔咧放屁黑白讲安尼吼？是毋是安尼？我无解清楚嘛，因为反正就是目前看本意就是安尼尔吼。这是转哩，当然会使安尼讲啦吼。我听你踮遐咧转吼，但是若敢若你听你踮遐咧好啦好达吼。爱学起来呢，莫干那学李登辉迄个歹用的吼，迄实在是足无好的吼。方言会使吼，或者是方言吼。好，今仔日我较慢啦，所以咱个加读10分钟啦吼。咱转来小说家，小说我开对煞袂记啊，我另外。好，三老爷是白贼神，还是假本啦？假本嘛？三老爷是白贼神，还是假本嘛？即个嘛字吼，其实伫台语内底，咱你会当看会出，伫迄当阵吼，你莫讲是华语影响，应该毋是华语影响，这是伊是即个陈开盘牧师，应该是无啥物受啥物华语影响的即个人吼。拄则敢若讲是伊是100偌侪年出世，190几年吼，
是比阮阿公佫较1896年做事诶，1896还佫学汉学仔底，所以毋是北京话问题。所以有人讲啊，什么妈是华语的影响，你对遮就会看到，其实伫咧台语巴克利班圣经嘛看会到吼，伊会用即种妈来表达迄种疑问啦吼。啊，我是较袂惯势安尼，我自细汉拢无安尼讲吼，阮拢用敢来做即个表达的疑问吼，敢是安尼吼。好，三老爷是白贼神，还是假本嘛？疑问，好，最后即句咱大家来读一下吼。就照即个我看的次数啦吼，马文、Sunny、慧卿、玉玲、Jeremy 甲歹势，最后一位我要安怎甲你称呼啊？梁金，毋是姓赵小姐吼，我毋知要哪。伊金，应该是伊金，嘿，应该是伊金。伊金吼，好啦，来，咱照即个次数来吼，来，马文你先来。三老爷是白贼神，也是假本嘛？疑问。Sunny，三老爷是白贼神，还是假本嘛？疑问。三老爷是白贼神，还是假本嘛？疑问。过来，慧卿。好，三老爷是白贼神，也是假本嘛？疑问。白贼神吼，爱变调，爱甲连做伙吼。白贼神，过来，对，白贼神吼。玉玲。好，三老爷是白贼神，是假本嘛？是假本嘛？是我无听到你读是绕口去，是我断去我。再讲一届好啊。好。三老爷是假本，白贼神，歹势，搁一下。三老爷是白贼神，是假本嘛？疑问。好，真好。Jeremy 来，麻烦你。好，可能无方便啦吼。人个来，易金敢方便？若方便，你会当开麦来读袂要紧。老师，我安尼换来换去会火气，歹势，我较慢。袂要紧。小等一下。随来哦。好。阮等你。三老爷是白贼神，我搁看火气啊，伫倒位去啊？白贼神还是假本嘛？疑问。好，真好。伫遮听到遮尔好听的台语吼，各位遮尔好听的台语，我心内足欢喜吼。感觉讲即个世界，我毋是遮孤单安尼，敢若我出。有救啦，袂死无。好，咱继续看落吼。我看下时间，我剩5分钟吼，袂要紧，5分钟咱嘛来把握吼。过来第4章吼。无咱要进前读落进前，咱搁甲故事规站来甲小整理一下吼。故事就是讲伫咧即个台南庄外一个所在，叫做礁庆即个所在吼。遮有一个真骨力、真好名声的一个查某人吼，查某囡仔啦吼。即当阵是个查某囡仔，伊叫做志勤吼，因兜的故事吼。应该是讲志勤的故事啦吼。读到即个第4章车来的时阵，就是有一道呢征兵贼要来抢因即个庄头吼。
像甲因即个砖头，像甲即个刺青引刀，刺青引刀其实是算一个足好个即个做田诶，即个农家吼。啊，什么牛车几啊只吼，几啊张啊，田足多吼，啊山有那做一片。结果即个正变出来诶时阵呢，因兜诶人，因兜啥物人呢？我记得是阿嬷我袂记啊吼，反正就是厝诶。跟因老爸拄好伫咧山里诶，即个山寮内底，啊，厝里呢，大人敢若无介做，因阿叔有伫诶安尼吼。结果这前尾出来呢，甲算就装入去厝内吼，厝里内底啊，即个刺芹举一支即个坐味锤吼，齐眉棍吼，坐味锤吼，就甲即个贼拍出来，啊，结果贼其实伫内底吼。毋是干那拍伊若攻击伊，若攻击因兜诶人，啊，甲因即个阿叔，因即个阿叔啊，闭伫即个楼公顶，本来是用即个棉被做盾牌吼，啊，踮啊含即个贼咧相拼，结果伊即个阿叔去互即个贼用即个贼甲插落来吼，摔对个楼公顶摔落来，到尾就死去吼。啊，即个志勤因老爸伫咧山顶看讲，哇，砖头因兜即只已经倒好，规个河仔烧起来，赶落来看安尼吼。啊，看了志勤含头壳讲一暗吼，灰擦擦流安尼吼，就是故事就是发展到遮安尼吼。啊，所以这最后的疑问就是讲啊，为虾米咱就是已经遮虔诚咧拜即个三老爷吼，应该有甲咱保庇才对啊？为虾米？会发生这样的悲惨的代志吼，即个规咱故事就是规个就是发展到遮安尼吼。啊，过来就第四章啊吼，咱来看第四章讲入大川市的家吼，入大川市的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志勤后来就嫁互大川市吼，嫁互大川因兜啦吼，嫁互即个大川，所以就入大川市的家吼。大川应该是名尔啦吼，毋是姓吼。好，入大川市的家，这是无啥物好解释的啦吼。入就是进入啊吼。过来，曲说大川市吼，过来故事要来讲即个大川市啊吼。徛起伫净水边吼，净水是地名啦吼，净水边吼。有一个新妇仔，无生一个囝。哦，歹势，毋是某。有一个新妇仔某，应该是安尼吧吼。我因为即个印刷无介好，我无介确定是，应该毋是无吼。新妇仔某，应该毋是无啦吼。无是无迄点污点嘛吼，所以新妇仔某啊，马文应该另外一个版本。有讲即个大川市有一个某吼，是新妇仔某生，有一个新妇仔某又生一个囝吼。我看觅时间到了吼，所以咱后回就要来讲即个大川市的故事了吼。今仔日嘛无都无读册吼，咱故事起一个头，互知影讲哦，即嘛要来讲即个大川市即家啊吼。好，啊，咱后礼拜日呢，共款的1点钟的时间，咱来学台语吼，看即个出世线即个小说学台语。我相信伫安尼的学习内底吼，会当学足侪哦，毋是各位学尔，我嘛咧学吼。啊，这是足好的即种学习的方法。好，安尼今仔日就到遮咯吼，我要来关房，感谢各位。你若是讲还未加入即个房的，欢迎你甲即个房甲bookmark起来，你甲加入吼，安尼以后就有机会就有后礼拜开课的时阵，你都拢会收到通知吼。感谢各位，不管是有起来无起来，朋友拢真欢迎你吼。恁和我斗阵学习，我拢真感谢。安尼今日到遮，我来关房咯。